被广东雷龙冲上来爆口吓一跳。中了！来到这些地方，都会先搜索一下这些草洞，如果没有反应，马上换地方，抛到对面，尽量都卡到草丛，慢慢拖下来，不要把你的雷蛙直接掉进水，它往往都藏在边上的草下面，埋伏或者追出来攻击獵物。你個泵大有冇得食啊？我有啊。中啊！因為我隻蛙第6啦，你有閪2斤都唔到。哎！停下先，停下先。係咪？差唔多。OK，係咪？ 60幾啊！